OK Care 咧就係由2016年開始提供服務嘅，咁嚟到而家咧已經係第8年啦。喺我哋嘅平台上邊有超過5000個唔同嘅專業人士已經參與咗我哋嘅團隊，咁裏面包括物理治療師、職業治療師、言語治療師、物理治療助理、職業治療助理、註冊護士、登記護士、保健員、護理員、營養師等等。OK Care 咧，我哋就會做一啲上門嘅服務啦。咁因為我哋都有年長嘅病人，就唔係咁方便去到診所嗰度啦。咁所以我哋咧就提供一啲上門嘅服務，包括物理治療、職業治療、言語治療、護理服務咧就有護士啦，同埋保健員都可以照顧到長者一啲復康啊，或者係護理上面嘅需要嘅。咁我哋嘅機構嘅優勢咧，就係因為我哋喺同一個公司入邊已經可以安排到唔同嘅服務，咁所以喺病人嚟講咧，方便佢哋之處就係可以都安排唔同嘅人員咧，就上門去做到一啲治療。咁所以對於病人啊或者佢哋嘅家人嚟講咧，都係會非常之方便嘅。我哋都有咗個 app，咁咧就方便啲客人可以簡化咗預約嘅流程。只要輸入咗日期、時間同埋地點，咁個 app 咧就會幫你配對到適合嘅服務人員，咁好快咧就會得到服務㗎啦。